使徒行传第12章。差不多迄个时，希律王下手迫害教会的一寡人，用刀杀死约翰的兄哥雅各。伊看出这个代志有互犹太人欢喜，嘛刷落去掠彼得。这个代志伫度假节的期间发生。伊掠彼得，甲伊关落监，交互4班的警卫固守。逐班有4个兵。希律按算要伫判假罪后，甲伊带出来伫众人的面前审判。彼得就安尼，互人关伫监里。教会为着伊对上帝迫切祈祷。希律要带彼得出来审判的前一暗，彼得困伫2个警卫的中间，互人用2条铁链连地，阁有警卫伫门外固守。忽然，主的天使徛伫遐，有光在照监房。天使搭彼得的肩头，甲伊叫醒，讲：“紧起来！”铁链就对伊的手落落去。天使对伊讲：“腰大下咧，围清咧。”彼得就照安尼做。天使阁讲：“外衫满咧，缀我来。”彼得就缀伊出去，毋知影天使伫做是真的，想做是伫看异象。因经过警卫所第一关甲第2关，来到通入城迄个铁门，门自动开，因就出去，行过一条街。天使随时离开彼得，彼得一个醒，讲：“但我真正知，主找伊的天使来救我脱离希律的手，甲犹太人一切的计谋。”伊明白这个情形，就去约翰嘛叫做马可的老母玛利亚的厝，伫遐有真侪人聚集在祈祷。彼得拍外门，有一个女婢叫做罗代出来要开门，伊认得彼得的声，欢喜甲袂顾得开门，就走入去报告，讲彼得徛伫门口。因讲：“你在起讲？”伊坚持讲有影，因就讲：“安尼一定是伊的天使。”彼得一直拍门，因开门，看到彼得，非常着惊。彼得比手叫因安静，甲因说明主带伊对监狱出来的经过。彼得阁吩咐因将这个消息报告雅各甲众信徒，就离开去别个所在。天光的时，警卫毋知彼得有发生甚物代志，就乱吵吵。希律叫人去找，毋过找无，就审问警卫，下令甲因处死。这个代志以后，希律离开犹太，去凯撒利亚，住伫遐。当时希律对泰尼甲西顿的人民非常生气，因就派代表组团去见伊。因大声说服宫廷的总管贝拉斯多，设法互因通去见希律，对伊求和，因为因的粮食靠往管辖的地区得供应。伫约定的日子，希律穿王服坐伫座位，对人民演讲。众人一直话讲：“这是神的声，毋是人的声。”主的天使随时甲希律拍倒，因为伊无归银光予上帝。后来伊予唐家就死去。上帝的道愈传开愈兴旺。巴拿巴甲扫罗完成因的任务，就带叫做马可的约翰做伙离开耶路撒冷。